我们这么正正经经的做生意，没有漏缴1毛的税金，然后我们就要面对莫名其妙。台中的一个消基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你陪着这个客人，号称是我们的客户，他去开了这个记者会，戴了全罩式的一个口罩，然后才能这个机器怎么样？我们公司就在这里啊，他卖了几万台的机器，大家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，然后你却要去这样讲，这个是对我们不公平的。非常的清楚。还有一点啊，我心里面按耐不住，很想讲的。他们说海豚吸尘器好贵哦，哇，怎么一台这么媒体上面胡说八道写哇，怎么多贵？各位，整台机器德国制造的，我们是缴税回来的，包括一个包装袋什么全部都是德国。这样整个过来，为什么 quality 的保证嘛？你为什么要买那个宾士的原装车？原因就是如此啊！我顺便跟他报告一下，全球德国海豚吸尘器卖的最便宜的地方就在台湾。我今天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，只要好像牵扯到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一定都会被攻击。为什么要许律师来到我们现场？我再也受不了，我要警告我们的competitor，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竞争的一个对手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人家当做一个竞争的对手啊，也卖吸尘器的，他们会去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个商业攻防攻击的一个东西。我在这里郑重告诉你们，台湾是一个有法律的地方。你们在做这样的东西，我一定追查到底。包括成立一个德国海豚吸尘器退货自救联盟，这就是我们的敌对厂商。对，我们可以说明一下哈 ，OK， 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是谁去弄这个东西的。对，2017年的时候呢，当时就有人假装客户，然后到媒体也是报上去，当时是 TVBS 报的新闻。包括这一次台中消基会陪着他们开记者会，这几位顾客，对，我称之为顾客，请你一定要出来。如果我们赚了1分1毫不公不义的钱的话，你找我吴宗宪，我人就在这边。在记者会上有一件事情是不正确的，我想也透过这样的讯息来这个澄清。第一个就是，记者会上面的这个所谓指控的顾客说，我们的送货员去是拆了一个新机，然后就不让他们退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。我们所有的在做后面的这些工作伙伴，他们都是扛着他们的工作机、展示机到客户家里面去做展示，确定签约以后才会下订单，下订单以后才会配送货到客户家里面去。这是一定。